由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哈桑纳组织联合举办的国际维吾尔座谈会将于2022年11月9日至10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厅举行。据了解，欧洲议会部分政党代表、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和学者将出席会议，在座谈会上将讨论为制止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采取特别措施和相关合作事宜。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台湾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芬随即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以示抗议。8月19日，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首次详细谈到了与谢芬的会面。上海合作组织的年度峰会将于9月中旬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华尔街日报》引述筹备峰会人士透露的消息称，习近平办公室本周暗示他可能亲自出席，但提醒说计划仍有可能改变。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的办公室还开始准备在峰会期间与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在制定出席计划。中国国家卫健委向路透社表示，除教育和育儿费用高以外，中共病毒也是导致中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因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影响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因素包括人口迁入城乡，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及工作环境压力大，和中共病毒对婚姻和计划生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称，2022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奖授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表彰他在难民方面做出的贡献。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网站23日公开的一份信件显示，前任总统特朗普曾把100多份涉密文件带回了海湖庄园。这些文件不在联邦调查局本月初在海湖庄园搜出并带走的涉密文件中。8月23日，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在线举行的克里米亚平台第2届峰会。乌克兰总统在会议上呼吁所有国家谴责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强烈要求有必要解放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表示矛盾从哪里开始，也将在哪里结束。这将是复苏世界法律和秩序的有效方式。